陪仔過夜，千語喊冤啊！峰峰力撐冇分手喎。同班 friend 食個飯唱歌都可以寫成咁，太佩服媒體嘅創作力啦。BB 咧，尋日喺微博度申冤咪因為有報道咧，串佢趁峰峰喺橫店度開工嗰陣，佢陪仔夜蒲食飯唱 K 之後，仲要同佢過埋夜添啊！其實嗰日一早知道俾人跟，不過冇諗到會作成咁咋。聽講咧，峰峰一收到風就嬲到發瘋，要同千羽 BB 鬧分手不過咧，呢一切身在內地嘅峰峰已經透過經理人否認咗啦。仲要19日內3度出遊，仲發表好愛成七嘅宣言，愛到咁痴纏啊！風雨同路唔會咁兒戲嘅。